之自性同是一体。佛之性体既然真实不变，何以其中又有地狱、恶鬼、畜生、修罗、人、天等道，各自差别不同之存在？这些差别不同之种类，还是本来自然就有呢？或是一切众生之虚妄习气所生起的呢？所谓地狱等，还是有一定之所在？或是基于各自之业力所生，又各自自然然地去感受它呢？希望加以说明，使将来之众生知道谨慎守戒，纯洁不犯。佛告阿难曰：一切众生自性本体，本来实在都是清净之真如。因为妄心动生之见，方发生有虚妄习气之作用。因此就分成有内分外分之现象。所谓内分，就是众生之分内之事。由于爱染一切，发生妄有之情意，情意累积不休，能够产生内在之爱水。犹如现代医学所说之内分泌作用，所以众生们心里一想真修妙味，就会流出口水。心里一想某一个人，或怜或恨，就会眼泪盈眶。如果贪恋追求财宝，心里就发生一种爱嫌，久久使身体光润。心里兼想淫欲，男女二根，自然流出液体。爱的心理虽然有各种差别，却同是业力之流，连绵不断所致。心中之结，同样的无法开解。内在被爱水湿润，始终不能升华。越陷越深，自然从此堕落，这就叫做内分。所谓外分，就是众生之分外事。因为追求一切外物与外物，发生虚妄之想念。想念累积不休，就能够生肾气。犹如现代物理学所说之原子电子之放射作用，所以众生们心里严守清净之戒律，全身都会清安轻快。心里信仰坚定，专一信仰某一形而上之一尊，或咒印，就会顾盼自豪，有毅然出众之气概。心里想要升天，梦里就觉得自己在飞升远举。心里存念佛国，圣境就会突然现出。一心是奉善之事，就会自清其身体与生命。一切想念之心理虽然不同，但是妄想之功能却同是轻轻上升。所以现代心理学认为思想是脑神经之波动作用，想念继续不止，向上飞动而不下沉，自然有超越之知觉发生，所以称为外分。一切世间之生
相续，生从习惯性之顺路而来，死从变化之流而灭亡。当生命将要终了时，这个人还未完全舍灭了宣气之感触，那时一生之善恶行为，在意识镜像中就会一起显现。死逆生顺两种习气互相交战。如果平生纯粹落在思想中之人，神识就会上升，必定生于天上。此处所谓天，乃代表上升之界说。如果只有心中升华意境，一生间有福德与智慧，以及具有净愿者，自然心境开阔，可以看到十方的境界，便可随愿往生任何一个佛国的净土。如果事情少想多，即使轻举，也不会高远，就会成为鬼仙、大力鬼王、飞行夜叉的行罗刹等，仍然游行于日月所照临之天下，所去都无障碍。其中若是有人曾发善愿，善心护持佛法戒律神咒禅定等，便能亲往如来之座下。请想平均者，不飞也不坠，就生在人间。于是思想清明者，即是聪明之人；情意忧郁者，即为愚钝之人。情多想少，就流入畜生，重为毛群，轻为羽族。7分情，3分想，就沉下到水轮，身在火边，受猛火炙烤，或身为恶鬼，常被焚烧，同时水也能伤害他，而且没有饮食，如此要经历百千劫之时间。例如深海中之庞大生物等，9分情，1分想，就会下动火轮，深入烽火2交过地。轻者生于有间地狱，重者生在无间地狱。至于纯情无想者，便即沉入阿鼻地狱。所谓永堕泥犁，不得转生。如果在诚心之中有毁谤大乘、污毁佛之境界，以狂妄而演说佛法，虚贪别人之信施，滥得他人之恭敬，乃至犯了五逆，又曰五无间业，罪恶极逆于理，故未敢无问地狱苦果之恶业，杀父、杀母、杀阿罗汉，由佛身出血，破和块，十重，又约12，就会更翻身于十方阿鼻地狱。这些所造之恶业，虽然说都是自作自受，在共同之业力果报当中，各自间有他之原因与境地，也都是众生自心所造的业力，由自己感召而形成。这些恶业所形成之果报，都是自性中所起之业力作用，既不从天降，也不是从地而出，亦不是他人所授予，完全是根于自
自己妄心所招引，也由自己去感受。假使能够证得菩提正觉，这些妄愿都成为一种虚浮不实之幻象，才知道都是由妄想凝结所形成。又有一种从人本位，不依自性正觉而修习定慧之正法三昧，却怀有妄念而别修一种法门。他们借着精神存想，以兼顾自身之形骸，而逍遥游乐于山林之中，或者人机所不能到之地方。如此共有10种仙道。一的行仙，修习服食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由食物上达到目的，名为地行仙。2. 非行仙，修习烹炼草木药物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由药物上达到目的，名为非行仙。3. 由行仙，修习化炼5经80，用以服食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由化验烹炼上达到目的，名为有行仙。4. 空行仙，修习吐纳、导引、运行气脉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由瞎练本身精气达到目的，名为空行仙。5. 天行仙，修习咽纳、吞服精液，或服用净水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由水得润泽之功能而达到目的，名为天行仙。6. 通行仙，修习日月精气，采纳天地精华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由吸收天地间物理精华而达到目的，名为通行仙。7. 道行仙，修习梵咒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依咒语法术上而达到目的，名为道行仙。8. 照行仙，修习精神思念、存疑住想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用精神思维意念而达到目的，名为照行仙。9. 经行仙，修习交构之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从觉悟天地变化妙理而达到目的，名为经行仙。10. 觉行仙，修习天地变化物理之玄妙法门，兼顾形骸而不修习，从觉悟天地变化妙理而达到目的，名为觉行仙。如此从人本位，者寿者香，只求修炼此身，不修自性正觉，另外别求长生之门，或可使寿命维持千万岁。修止在深山茂林，或者大海岛之间，自与人世隔绝。其实还是没有离开妄想轮回之流转作用。如果不能发心进修如来三昧，福报完时，还堕轮回。以上所云之地狱天堂，
人及神仙合魔等情形，如果精细研究它的根本，都因为众生自己昏迷沉醉于一切有为之现象当中，因为有了妄想而感受各类不同之生命。妄想随着业力之旋转，在原来原明无畏之本觉真心中自作自受，都像空花乱发，原本是没有着，其实一切都是虚妄，那里有它之根本？因为一切众生不认识原明灵妙之本觉真心，所以感受轮回之作用。虽然经过无量劫来，也不能够的真净。基本原因都因随顺着杀盗淫三业去造作一切，反此三者，就生出莫有杀盗淫的意境。有此三业者，恶念就成为鬼类；没有此三业者，善业就成天人界。或有或无，互相扰乱，就生起轮回旋复之性能。如果能得发生定慧妙觉之性境，就可常住于妙觉常寂之圣境。到此有与无两种都不存在，乃至不存在也归寂灭。如此，连不杀不盗不淫之善境也没有，那里还会随着杀盗淫之恶念去行事呢？切记，如果不能断了这三业根本，一切众生，人人必然各自有他的自私之心存在。因为各有各的自私之心，所以又有集合大众之自私之心，就成为一个共同之大我之私。今日各宗教门户观念，先天、后天、理天、气天、无极、南天等互比高低者，皆是此因。而大我之私心与个人之自私，自有人为之一定界限，形成人生各种不同之意境。因此可以了解天堂地狱，实是有它固定之处所，但是仍然根源于自心之妄念业力所形成。共业所成。至于妄念之发生，根本是无因而自起，实在是无可寻究。如切见妄念是空，当下可以释然冰消，所以修子要求得无上正觉之菩提，必须先要断除这三业之祸。如果不断尽这三祸，即使得到神通，也都是世间之有为功用。习气不能灭尽，结果落于魔道之中。虽然要想灭除妄想，反而倍加虚伪，哀哉！修子耳必明白，业力妄念都是因为不了自心所造成，并非自性菩提有此必然之过就也。坛经云：不识本心，学法无益。白杨修子好好体悟如来真实义，若能生慧，原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则修道有次第可循矣。